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8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新竹市长的高虹安改判无罪了后，今仔日下午8点半正式登去市政府来上班啊。伊是受到这支持者的欢迎。那高虹安呢，伊本人是讲，这过去的人生就亲像是互人家饲暂停共款，即马总算登来上班，未来会甲全部的心力放伫个市政，继续为新竹来拍拼。高虹安一个落车，就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民众大声喊加油，市府团队也排队欢迎市长返来。秘书长阁特别送花热情小揽。拜市透早，高虹安正式复职，返来新竹市政府上班。伊讲伊今日的心情特别激动。谢谢大家，我回来了。很激动的是，因为我终于在经过了1年多的风风雨雨的时光之后，我终于可以走进来我最热爱也最牵挂的市政府，看到大家。那我最沉稳的也是因为在经历过这么多的低谷以及人生中的逆境，我现在也比我人生中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了解责任的重要性。高虹安讲，过去停职这段时间，人生就亲像暂停共款，也足感谢这段时间朋友甲厝内人的支持。对于我一个人生被迫按下暂停键的我来说，我觉得好像漫长的像是过了一个世代一样。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没有办法在外面表现出来的脆弱，是我的家人们一边要担心我，但是一边又要撑住我、接住我这一些不安的情绪。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家人。高虹安表示，复职了后，也检视目前所有的市政证件完成的进度，也希望市府团队大家继续为新竹市拍拼。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再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台中有一个姓魏的警察，伊是昨下晡呢，甲朋友去到彰化的海墘来钓鱼，结果哪像无细里全跋落海底，警消呢是全力来敲找。上新的消息是，今仔日下午呢有鹅龙伫海墘发现这个失踪去的警察，人已经无去啊，也那详细的原因还在调查。天色已经乌啊，海巡人员也伫现场来回敲吹。拜三下晡，一位台中55年厝姓魏的警察，参朋友去彰化新港10股的海边钓鱼，却无细里跋落海底。消防局第一时间出动3台消防车、1台救护车、2台救生艇，加1台无人机，全力找人。昨日16时，本所接获深港消防队通报，海尾科道有民众落海，即派遣人员携带救生救难装备赶往现场救援。后于标钩时搜寻未果，因现场潮汐见涨及天色昏暗，经与家属沟通后，于今日晨间6时再次集结。海巡表示，拜三下晡一直找到暗时7点，也找无人影，因为考虑海中加上天色乌、线线歹，拜四透早6点搁再出动找人。伫6点半接到鹅龙通报，伫海墘发现这位失踪的钓客。经由科农发现，溺者位置，约出海口1.4公里。那现场由消防及海巡人员协同徒步将溺者打包上岸。海巡表示，找到这位姓魏的钓客，人已经无去啊，详细事故原因也需要调查。海巡嘛提醒民众若去海边，爱随时注意海中的变化，会当加利用 Go Ocean 资讯平台查询海上，避免去危险的海域。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进前伫咧台南有一个查某警察呢，是互人用布头甲攻击，也毋过呢，伊叫这无线电线电倒拢无信号，互人质疑讲这信号敢是有死角的。其实有基层的警察是反映讲，这台南市区呢，上无是有超过400搭拢是这信号的死角。咱那警察局强调讲，已经甲警政署提出要求，希望一个分局会当有一个中继台，按算每年会开始设置来改善信号无好的问题。但是日前传出一个查某警察伫街路，互人用布头要甲攻击案件，伊当时有叫支援无线电线无信号，引起第一线警察对新型所谓警用无线电有质疑。今年警政署才专门换装新型无线电，未少基层反映，台南市区内外上无有400瓦达，信号有死角，即琴日去大楼听袂到声音，烦恼伫紧急的时阵未赴叫支援，3、4成左右。就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屏蔽的作用，被屏蔽掉就发不出去，然后或者是说到住宅区，
那种社会住宅区很多墙那种也会被屏蔽掉。有盲区的时候，你就调整频道旋钮，把它频道到我们现在设置的那个机动转播这个频道。那楼上有设置机动转播网，那这台无线就可以使用。作为禁用无线电替换计划是经济数下，台南实施第3期，目前全市有9座固定式的转送台，市区仅2座尔。另外部分地下空间加装双向扩大器，不过室内涵盖率有限不够。后经过强调，相关参数甲设备已经持续在调整啊。过渡的期间是会设置机动转播站，那目前有设置在归仁跟1分局东区这边呢，这边有设一个机动转播站。那预计呢这边会在东区呢再增加1部，另外在安南地区呢也有预计要再设置1部。第一线的警察们绝对不是这个设备的白老鼠吧？我要求警察局改善也不是讲讲。我要求他们要让所有的基层警员可以秘密的针对这个设备的改善来做一个回馈。并在批评新的系统有望看不到达到按层的效果，中央开真侪经费，刷好第一线提性命在试，要求警察局要重视基层的使用经验。警察局回应已经向警政署要求，一个分局一个转送台，按算明年1月会先增设5座转送台，唔望信号无好的毛病通赶紧改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这民众伫路林的时呢，为着要让这救护车先过，结果煞定定有人去互开红单。即卖为着要改善这个问题，高雄市交通大队呢是来开创这智慧辨识过离的系统，透过 AI 的辅助来取消一寡为着闪救护车开出来红单啊。这警方是表示讲会先伫高雄的左营甲灵雅2个路口来试办，若准效果有影真好，安尼就会扩大来推广。高雄市中正路甲附近路口救护车一直轰轰叫，不过头前的车无人要让，就安尼塞伫咧车阵内底。敢若是因规灯着红灯，佮加上路口有科技执法，大家惊风法唔敢让。根据高雄市交通大队的统计，113年甲114年，民众因为让救护车互开红单去申诉的案件，分别有23件甲13件。民众讲，赛车撞着救护车，虽然有时卖惊风法，不过伊也是会让。这是基本的观念吧。那会怕就是因为礼让救护车被开红单吗？不会啊，因为那个红单应该可以去申诉吧。让救护车所互开红单会当申诉，不过民众家己爱提供影片，也是救护车车牌号码违规时间。若无警方嘛协助查证，这上无爱开正10天去处理，嘛爱顾人力的资源。对民众甲员警来讲，拢是费气费力。高雄市交通大队对12月中开始，就先选伫苓雅区甲左营区2个科技执法的路口，透过 AI 智慧来主动辨识过离，对源头直接甲违规来取消。推查个单已经成功处理出件。如果救护车有闯红灯的情形之下，那它会自动截取前后有因为避让救护车而违规的车辆，回传到我们的主机后端之后我们员警会再进行审核，予以剔除。警方表示，高雄市到11月底为止，拢总有107个科技执法路口，这套 AI 智慧辨识过离是全国首创。若是先考考未来扩大到病院周边，甚至是全市的科技执法路口，而且除了救护车以外，也有可能会增加消防车等等的特殊车种。记者柯家族赵勇高雄场报道。2026年，这台湾的灯会呢是要办伫个假期，也毋过呢，这县政府初八才宣布主题尔。连面都有民众反映讲，这社群平台顶头呢，已经有人开始用台湾灯会名义咧找这临时工，而且呢，佮甲民众讨一寡个人的资料。县政府是表示讲，这灯会的资讯呢是会公告伫个官方的网站顶头，呼吁民众千万毋通互骗去啊。网络社群平台顶面拢是2026台湾灯会要找工作人员的发文，一天有2000到4000外口的薪水通领，被应征的人爱用网络报名，提供身份证也是银行的账户等等的资料。即马家己县政府出面澄清讲，这拢是假的消息。因为这个一天时薪其实算高啊，对。然后他排版文字都写得非常详细，跟真的一样。嘛是爱去查看卖讲，这敢是真的搁来去网络顶面去问人啦，哎呀，唔通讲来看到钱就讲好，我就要来，但是这足侪拢有迄个诈骗的可能。嘉义县政府顶礼拜初八才公布2026台湾灯会活动主题，伫网络社群的平台顶面就开始有出现真侪灯会要找工作人员的消息。县政府表示，灯会需要工作人员会伫官方网站来公告，会透过私人的账户来找人。有需要相关的征才活动，我们会透过2026
台湾灯会的官方网站统一公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网友不要受骗。虽望目前也无民众报案，嘉义县政府表示会甲警方来合作，针对伫网络用电话名义来骗个人资料，会收集证据了后，依法来追究相关责任。呼吁民众唔通相信，嘛唔通转发出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宜兰县11月11的时阵做大水，有民众是反映讲，这是因过这公道的政策呢，互厝内底这垃圾水并若拄着大雨就会倒激。有民代是呼吁这县政府着爱编经费，赶紧来改善。也那县政府是表示讲，目前已经启动调查，预计伫2029年进前就会完成，了后才过来研究改善的方案。落大雨了，罗东市区的街仔路拢浸伫咧水内底。宜兰1月水灾，全县有真侪大雨受灾。有民众讲，就算外口无淹水，也不因为雨水共讲，落大雨时阵，雨水会对污水管灌入去厝内，伫马桶冒出来。他们想要改善，结果这个公司的一些人员都敢讲，那你们要自己负责经费。国民党宜兰县议会党团10月开记者会，讲自2005年宜兰开始建设污水下水道，迄当阵是用雨水甲污水共讲的错误政策，造成原来有真侪大雨，雨若较大，雨水就对管线灌入去厝内冒出来。即马管线改善经费，所以民众家己出无合理，县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按年变有算。和污水共讲，其实也影响宜兰的污水处理厂量能。像作为水资源中心，只要雨若较大，就会发生泄漏排雨。县府除了扩大污水处理厂的规模，也在调查县内和污水共讲的数量，想办法自源头解决。那么调查完成之后，我们会按照调查的结果。再来决定未来的一个走向。县政府自今年开始做和污水共讲的调查，全县66000外户的污水接管户已经调查16000外户，其中差不多5%的户数有和污水共讲的问题。按算2029年进前完成所有的调查，一若要安怎处理，等调查好势了再个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花莲市本所养卖场呢，昨下晡又搁发生火灾啊！虽然讲这火呢真紧就受到控制，也毋过其实这已经是花莲市本所场今年第4届发生火灾。地方是这期这县政府到底是有咧重视啊无？时间等来到17下晡3点，民众用手机翕花莲市本所安排场又搁发生火警，烦恼火有东北季风一直吹，会快速传开。消防局随派遣6台车8人去拍火。现场是有明火以及浓烟的窜出，那我们开始进行火势的扑灭。约经30分钟之后，火势完全熄灭。经过调查，这届火警发生原因，同款是因为沼气引导的。这已经是花莲市本所安排场今年发生的第4届，引起地方质疑，县政府到底是不是有重视？如果市公所清洁队已经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真的希望花莲县政府一定要出面来协助。那这也是地方政府必须要负的责任。花莲市清洁队表示，目前花莲市本所安排场占坑的本数量有8万栋，安怎加强气化，真需要县政府环保局的协助。我们有跟环保局讨论出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在12月现在开始我们的垃圾的量的，就是去化的量会提升那会让我们的去化量每天尽量能够达到200吨的一个数量。面对一直发生的火灾，甲公所所需要的协助，环保局表示已经回答过的问题，都无搁回应，不过会加强协助气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参议院昨是以真悬的票数通过2026年度这国防授权法案。白宫是表示讲，这美国总统川普呢会来签署法案，予伊会当正式生效。也那咱国防部呢是表示讲，这美国政府是就这总额111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去通知国会，这法案呢是有通伫1个月后正式来生效。其中这自走炮也是讲远程打击系统等等5案呢，这国防部是会伫立法院通过防卫论性特别预算了后，照程序来办理军购案的签署作业。
另外来关心的是，这台湾社会呢，是因为人口老化甲少子化，或者劳保的负担呢，那变甲愈来愈严重啊。真济立委是提出这修正草案，希望政府拨补的这个做法呢，会当赶紧来法制化。另外，毛立委是认为讲，除了这公务预算以外，要着增加其他的来源，来确保财源的稳定性。上千万人投保的劳保，即马人口老化甲少子化的趋势之下，未来领给付的劳工变多，纳保费的人减少，恐惊劳保财务的负担会愈来愈沉重。早起立法院卫权委员会审查要40个劳保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提案，要让政府拨补预算加入劳保基金的做法法制化，让劳动部未来在争取预算时更有所依据，也是代表政府对劳工的承诺。希望劳保制度能够在跨世代的劳工信任下，能够永续。除了要让政府未来依法每一年编预算拨补，嘛有立委认为讲，财源除了政府的预算还无够，希望增加多元的来源。国安基金的获利的部分呢，我们也曾经有提到说，是不是要提出修法的方式，这个部分也可以列入整个劳保这个未来拨补的这个预算的来源。另外，也会甲政府最终支付责任入法，也就是讲，无论发生什么情形，拢要由政府来负上尾的责任。国民党立委陈前辉表示，全面支持保障劳工的做法，不过不满有人挑工要制造社会对立，嘛反驳拿白干那顾公务人员的权利，无顾劳工的讲法。非常严正的驳斥这种说法，并且向全国人民报告，这完全是恶意的曲解。我们的主张从来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照顾全部民众的福祉。劳动部长洪新汉伫咧会前受访的时阵讲，为蔡政府到大政府已经规划超过5000亿来做劳保的拨补，代表政府负责的态度甲立场。我们也会持续的来争取拨补的预算但同时我们也很希望朝野能够共同维护中央政府的财政的能力跟体制。台湾工人斗阵总工会表示，拨补劳保财务甲最终支付责任入法，一直拢有高度的社会共识。不过，无希望未来财务的负担若是变较重，政府用台年金甲降价给付的方式来处理，好有即个修法应该明文规定，莫降价给付。记者综合报道。除了这劳保以外呢，也有立委是提案要来修正早期犯罪危害防治条例，要对这加害者呢，搁加一半的刑责。立法院即马初审已经通过，那行政院的版本也有真侪这条野立委来支持。这重点是包括着加重处罚，也来增加禁车花的条款。警察来到超商挖棍 ATM， 当年领一个马来西亚查甫人随着紧张假，原来伊就是诈骗的车手。全部拿出来。这都不是你的。看到警察，这个用观光名义来台湾的马来西亚车手，行到骹手脚软，甲拄仔领到的12万现金落到规涂骹。标立警方按伊身躯顶超出4张提款卡，嘛查到伊短3天内总共替诈骗集团领150万。因为诈骗集团使事利用非本国人甲18岁以下80岁以上的民众，犯罪情形大量增加，几内立委提案修法。若准有相关的行为，就要加重伊刑度1/2。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第10次已经初审通过。以未显示号码的方式来诈骗被害人，然后他会假冒是户政、地政，各个公务机关来诱骗被害人。台东警方查到诈骗机房，发现嫌犯利用网络电话交换机，把诈骗电话转做无显示号码，再继续检警机关甲人骗。为了中华岛上行政版的早期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修正草案，就以处罚加重、处理加速、保障加强3大方向做目标，得到朝野立委的支持。重点包括针对大额早期犯罪刑责提悬，诈骗金额1亿以上，刑期7年起跳；诈骗1000万的关5年到12年；诈骗100万处3年到10年有期徒刑。同时阵增加禁止车花条款，就是诈骗案被告伫支付财产损失还是调解金进前，若是有车花浪费行为，会做犯于判刑轻重的标准。内政部长讲，牵涉跨国诈骗的太出集团，伫台湾带高级别装驶高级车，对被害人无公平。现在诈骗犯罪的一个增高，还有它的手法越来越复杂化我们应该要加强规范诈骗，然后去加重它的刑责。学者表示讲，诈骗集团的手路直直咧换新，相关法律的规定嘛应该要随时检讨修正，而且就要整合跨部会资源来加强被害人的保护甲保障机制。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美国总统 Trump 又阁有新的动作啊！这回呢是要来禁止所有受到制裁的石油油船来出入委内瑞拉这个国家。那国际油价呢，今嘛已经起超过1%。那委内瑞拉呢是强烈谴责美国，讲这款威胁的行为真正是笑破人的嘴。美国总统 Trump 要封锁所有受制裁的石油油船出入委内瑞拉，这是华府增加对马杜罗政府施压的上新一波行动。主要的目的是要切断这个石油大国主要的收入来源。Just a blockade, not going to let anybody going through that shouldn't be going through. You remember they took all of our energy rights, they took all of our oil from not that long ago, and we want it back. 国际油价12月17日亚洲交易当中起1%，布伦特原油期货起美金70仙，也是1.2%，一桶就要59.62块美金。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起73仙，也是1.3%，一桶就要58块美金。目前还阁无清楚Trump要安怎针对这受制裁的船只实施相关的措施，也唔知敢会像顶礼拜同款出动美国海防防卫队，将受制裁的石油油船扣落来。委内瑞拉政府发声明拒绝Trump讲这个威胁笑破人的嘴。Le decimos a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y a su presidente que no nos intimidan sus burdas y soberbias amenazas. Constituye un claro acto de agresión. Trump 12月16日答文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已经予人认定是外国恐怖组织，牵涉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甲人口的买卖。美国政府已经部署几千个官兵，包括航空母舰、甲马10只的战舰去到加勒比海的海域。自2019年美国实施能源制裁了后，买委内瑞拉石油的贸易商甲炼油厂改用欧亚军队来相对炸，也是使迄款因为运输伊朗也是罗西亚石油受到制裁的船只。油气交易员表示，油价会起是来自对委内瑞拉出口有期有可能减少所致。目前还在观察 Trump 的封锁会安怎执行，敢会扩大到无受制裁的船只。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有真大的军事行动权，不过 Trump 的封锁令对总统权力来讲，嘛是新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一份杂志呢，普华世界伊是刊出这白宫的幕僚长威尔斯，伊讲呢，这总统川普虽然讲是无食酒，也毋过伊的个性煞哪像是酒空共款。也若讲到这副总统 Vance， 伊讲呢，这 Vance 是有阴谋的。报道一个出来，这威尔斯是赶紧出面来驳回，讲这报道的内容无够完整。美国总统川普过一摆登去白宫了后，第一个宣布任命的内阁成员就是幕僚长威尔斯。68岁威尔斯做代志一向是低调搁顶真，而且对川普嘛是有名的忠诚。但是美国文化、流行和政治杂志《普华世界》看出威尔斯在过去1年11摆的专访内面，讲到伊讲川普虽然讲拢无在食酒，但是有个性真明显，甲情绪放大的酒鬼的性格。而且川普家己认为家己啥物拢会晓，世界上无可能会有伊无法度做到的代志。另外，川普对认定的敌人是充满报复心。另外，副总统范斯威尔斯形容讲，伊是阴谋论者，而且暗指讲范斯会对批评川普，转甲变作忠诚的盟友，其实加减拢有政治考虑。不过，对专访的内容，威尔斯是随话界线，若是怀疑报道的准确度有问题，嘛批评看的内容，只是为了要暗指川普政府是乱七八糟，而且是负面的。Susie and I have joked in private and in public about that for a long time. We agree on much more than we disagree, but I've never seen her be disloyal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makes her the best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that I think the President could ask for. 讲到亿万讨厌人马斯克，威尔斯讲，伊是想要安怎就安怎的天才怪人，佮批评马斯克的政治效率部，甲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关起来，决定互人是真惊吓。不过针对这个报道，川普除了表示讲，家己对威尔斯是真有信心，嘛讲伊讲的是对的，家己确实是真明显爱霸占，佮定爱少做啥物代志。As you've seen from not just myself, but also the entire cabinet, and a groundswell of support from people on Capitol Hill who don't even work in this building, about how incredible Susie Wiles has been to President Trump. 李维特对媒体讲，普华世界报道是恶意讲台检根本就无公平。但是根据美联社的评论，威尔斯虽然伫 X 平台批评这篇文章是无实在的，而且恶意甲伊和上好的总统川普攻击，但所无否认，也是点出看出来细节，也是因伊的讲法有啥物所在唔对。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
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进前呢来公布一段影片，伊讲因呢伫罗西亚的海军的基地，一只藏水艦已经互因崩歹去啊。也毋过其实对这卫星的相片来看，是敢若码头有一角红门头去互崩歹尔尔，其实毋是藏水艦本身。乌克兰国安局 SBU 公布的画面显示，地底下无人在居，弄到爆漂了后，引发真大爆炸，水拢喷起来。乌克兰方面讲，这是以名叫做海上宝贝的无人载具所进行的攻击，成功炸掉画面内底这个罗西亚的舰舰。事发地点位伫克里米亚半岛东方的新罗斯斯克，除了是重要的海运中心，也是罗西亚黑海舰队的基地之一。驻扎舰艇包含水面舰舰、加军那只改良型基陆级舰舰，用对水下发射旋翼飞弹。尽管乌克兰方面讲炸掉一只舰舰，不过对 SBU 画面因看到，岛边的这个舰舰依然是真平稳浮伫水面。也对上新的卫星相片也是发现讲 ，L 型码头这西湾的所在，阿门头结构受损严重。也那边啊，这个舰舰看起来是拢无什么损伤。Попытка противника провести диверсию при помощи подводного безэкипаж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не достигла своих целей. Ни один корабль или подводная лодка Чер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дислоцированные в бухте Новороссийской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базы, а также их экипаж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диверсии не получили повреждений и несут службу в штатном режиме. 就伫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伫陆海空各个所在激烈交战的同时，包含欧盟会员的34个欧洲国家甲乌克兰伫荷兰海牙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国际救伤委员会，要求这个罗西亚要对乌克兰做出真正的赔偿。35 countries have formally backed a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Ukraine. It's not yet clear where the funding for compensation will come from.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 wants Moscow to provide the funds. 由欧洲各国财政无好，也那动用罗西亚被冻结财产，伊佫遭到强大阻力，资金来源依然是拢无下落。另外一方面，陆地领土甲罗西亚以及被罗西亚收接的芬兰甲波兰，积极要求欧盟加东边的安保问题，列为欧盟上界优先的事项。尽管欧盟伫政策上甲2025年10月才公布的东边救亡计划列入重大议题，不过超过1300亿欧元的专案经费是欧盟领袖一直无多点头的原因。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来看国内，这劳动部是来有个就业保险法的修法，除了把这65岁这个限制提掉以外，另外有带条件来延长这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直到7个月。草案是有个期有14天，预计明年会送去到行政院。为着因应双就业双照顾，中高龄和高龄促进就业的政策，劳动部推动就业保险法修法，重点包括扩大加保的年纪、缩短申请失业给付负担贷期的条件等。除了提掉投保年纪65岁的限制，嘛要增加幼囝假的津贴，促进家庭内性别分工的平等。这次我们增订了让抚育同一个子女的双亲领满6个月育婴留职停薪的时候，在后续育婴留职停薪期间，可以依照规定各再请领第7个月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妇女团体虽然肯定政策，不过认为现时的幼囝假以平均月投保上悬45808成来算，对查甫人来讲实在是无够开销。这个政策的成效恐怕不能期待它太高。政府最重要的就是把就业保险的天花板可能要适度的向上提升，这样子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才会有诱因，让爸爸愿意休假。劳工团体讲，这个修法是因应中高龄甲高龄就业者促进专法和劳动基准法修法，劳资双方协商了，会当延后强制退休的年纪来修订，安尼会当提升中高龄劳工的保障。我们用这个就业保险，它里头有相关的这个失业给付等等的这个津贴来填补这群高龄者真的进入到职场之后，他如果真的不幸失业的时候，最起码他还是可以拥有一定的老年经济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杨书伟佫进一步表示讲，以台湾劳动年纪的结构来看，中高龄者的劳动参与率比外国较低，建议政府要按前端保障来促进就业平等。降低这场歧视，这个方向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政治站仔的，咱的总统赖清德其实又提出要开放予外籍移工入来家庭照顾囡仔的政策，这互女性呢会当安心起来上班。也毋过，其实托育团体所认为讲，其实这项政策呢，毋但是无通解决托育的问题，颠倒是会害女性来失业，而且冲击到教保人员甲年保的工作权。开放外佣不是解放，友善职场才是王道。
托育团体劳工联盟和家长团体提离卡抗议，因不满政府伫咧今年9月份提出一个家庭会当请一位外籍移工来照顾囡仔。有家长认为，这个移工无妊娠的证照，语言嘛袂通，无适合照顾幼囡仔。小朋友在1到3岁是发展期，但他们发育未完全下，又开放外籍的移工进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造成他们的认知混乱？政府会想要开放外籍移工来照顾囡仔，主要是想要照顾女性的工作权益。不过对民团来讲，这颠倒会造成真侪妊妇和教保员失业。幼托照顾的现场其实是一个高度以女性为主的就业职场，那也是目前台湾中高龄妇女主要的一个就业市场之一。赖清德政府在放宽这样的政策，其实会冲击到就是幼托机构的招生。那也会牺牲很多女性的就业机会。劳团嘛以移工的角度去思考，认为移工24点钟住伫咧雇主厝里，有可能会互人叫去亲厝内照顾时大，佮爱照顾囡仔，无形中就增加愈来愈侪工课。加上现实的问题是，一般的家庭根本就无钱去賒一间房间，互外籍劳工住。聘请外籍帮佣，他除了每个月薪资之外，还要去缴交就业安定费，然后提供住宿空间挑战。这对于一般的劳工来说，你拥有的居住空间、租屋族，或是你拥有的薪资条件来说，根本是一个很巨大的挑战。托育联盟也做一份调查，发现妇女需要的托育政策前3名分别是优先一场，就是托育安全和扩大公托资源。开放外籍移工斗3工带囡仔是吊车尾，呼吁政府去思考什么款的改革，才会当真正帮助到妇女。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好，在国内大家讨论甲正热的新版的财划法，即马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唔附属，也那总统赖清德也唔公布，所以立法院呢是找这总统府秘书长潘bình安甲行政院的秘书长张顺涵来备询。结果潘bình安伊本人无到位，那边也专靠这人数的优势来通过2项临时的提案，那是谴责这潘bình安，而且嘛邀请监察院来弹劾杜永泰。当顶财政在抗议赖政府的绑架，批评总统赖清德违宪乱政。对立法院3读通过财划法，行政院长杜永泰决定歪附属，赖总统歪公布，引起南北不满。立法院司法加法制委员会则被邀请总统府秘书长潘bình安、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等人列席备询，不过潘bình安人无来。调委王晓玲严厉谴责，讲潘bình安渎职藐视国会，伤害国会民主，那么藐视国会。那么本席在这边对于这样的行为予以严正的这个谴责。民进党指控赖政府从宪政恶劣吞下国会立法权，做会提出2项临时提案，包括谴责潘bình安，也个顾名邀请监察院弹劾杜永泰。什么时候中华民国的宪法给总统、给行政院长如此大的权力，大到践踏国会的立法权，大到自己扮演大法官的角色？所谓的独裁，就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没收讨论，黑箱协商，然后呢，甚至包括放水表决。那边上面用人数优势通过临时提案，张顺涵反击讲，在野党封口杜永泰，歪可以来立法院报告，杜永泰才会决定歪附属。另外，国民党罗志强考试希特勒是赖总统的偶像，想要独裁。张顺涵要求伊爱解释，2个人伫台顶搭来搭去。委员，请你更正，希特勒是赖总统偶像的事，这里是国会殿堂，不要讲这种你自己的臆测，也是这种抹黑的臆测，就是事实。调解冲突未停，不过枪讲坐落来会伫议会提出对赖总统弹劾案，依法总统到时就要列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司法部是来推动数位凭证的批包啊，这民众呢会当甲你的这自然人的凭证，也是讲健保卡，甚至是驾照等等所有的证件，来加入去手机啊内底。若准要身份验证，安尼用手机啊来感应就好啊。那司法部是表示讲，这民众呢其实会当家己选讲，到底敢要来公开家己的个资。部长林义坚是强调讲，这个资料呢是被欠伫中央的资料库，是分散伫手机啊内底，所以资料是被漏摄的。皮包内底各种证件，未来会使拢刷到手机内底，建立数位凭证的皮包啊，下载 App 输入个人资料，申请无同的电子卡。若是学生想要出入学校，会使使用学生的电子卡，比一个就使开柜啊，也是开门咯。应用是在学校校园，或者是在住宿啦、饭店啊，或者是休闲的等等的场合都可以做。
若去超商提回相关相看凭证，扫描一个店员就知影讲提回号码，什么证件拢唔免提出来。就可以用数位凭证皮夹，那你就不需要再提供实体证件，就可以拿到你的包裹。推动数位凭证配包的司法部指出，超商提回民众用凭证就先领包裹，免烦恼讲去过所在也是做过代志外泄咯。我们的电信业者端并不会知道，会大大的保护民众的所谓的数位足迹不会被追踪。部长林美健讲，民众在选要显示什么资料，无像有提供纸本身份证，连爸母、翁婿也是假的名，甚至连字迹拢互看到，并且强调袂有个人资料外泄的这个问题。技术架构，我们并不是把这些讯息通通集中在一个中央式的资料库里面，我们是分散在个人的那个手机里面，并没有因为做这个数位凭证皮夹，让这个资料流到别的地方。对门禁出入、网络买物件提回，再到租车验证、学历验证，司法部讲，数位凭证配包啊，互生活更加方便，转成试营运，再慢慢来推广。严格万一手机若是落去、放无去，是毋是有更加大的风险呢？司法部讲，民众即要设定好面影是指纹的扫描，若是有这功能，就算手机落去，别人也无倒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国道1号杨梅服务区呢，已经启用4天的时间啊，不过所发生15起的事故。和运安会呢是要求因来检视这动线的安全性，结果无想到这动线伫改善了后呢，民众煞塞车塞到唔知影人伫倒位，这是引起真大的怨叹。高公局是表示讲会开放予部分的路径赶紧来应用。今年初国道1号杨梅休困站发生电动车弄入口的分隔岛，车导火烧起来，造成4个死亡、4个受伤案。根据统计，杨梅服务区启用敢若短4年，已经发生15件事故。运安会要求高公局检视动线的安全性，不过动线优化了后，颠倒造成塞车，引起民众的不满。不好啊，他那边是很塞啊，这就把它赶路肩了啊，会路你要接，就要看政府怎么去设计。我们用路人当然是希望是安全为重，再来其次就是顺畅啊。动线优化了后，有驾驶反映，五羊高架出口加进入杨梅服务区车流，车做伙汇入来。敢若内力开到德北都要开50分，实在真叹。高公局增加开放路径路段来做应用。高公局在邻近的几个路段，像是中立转接道到中立啊、中立停车系统啊，还有下游的杨梅休息站到湖口，都有去机动的去增加开放路肩的路。高速公路局表示，杨梅休困站是即马五羊高架段的尾站，未来是杨头高架段的起点。目前当地办理国道1号杨梅到头份路段拓宽工程的设计，也甲工程发包作业。为了让用路人提早适应时间期间交通维持的动线，除了调整动线，也甲2位分隔岛减做1位，同齐提升这个所在的行车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屏东县府伫12月初的时阵有发函，予县内各级的学校，建议这老师呢伫校内的时阵，手机啊拢应该着爱关机，而且是限制翕相参录影的。这个行动呢是引起不少老师甲家长的反弹。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呢嘛来积极这县政府拢无先参教育团体来讨论，就直接安尼发出公文。那县政府教育处是回应讲，这只是提供各校参考尔。就是这份公文，屏东县政府发函予屏东县内200多间高中以下学校。公文内容写着，教职员工伫校园使用行动载具，除了结合引导和紧急联络以外，拢以关手机为原则。甚至佫讲，若要使用手机翕相录影，爱先经过家长同意。听到这种要求，有的家长拢感觉无合理。因为现在手机对每个人的需求很大，那老师如果他连这个手机的自主权都没有的话，对老师也不太好。这样老师在学校关机真的很荒谬又不是在军营，而且现在不管是老师跟学校的内部的通知，或者是家长跟老师的联系，都要用赖群，比较及时。而且只要老师上课关静音就好了啊。身为家长，我很感谢老师在一些重要的时刻为孩子拍照。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讲，针对屏东县政府的要求，有袂少老师表示不满。全教产嘛质疑，老师予人要求关机，但是下班了后却需要24小时待命，严重侵害到老师的劳动权益。而且县府拢无先参教育团体讨论，就直接发公文，做法无妥当。有兼任行政的，或者是有特殊生在班上的，我们都是要随时携带手机。老师在学校关机
那他回家要开机吗？有需要接家长的电话吗？还有各种评鉴、校务评鉴、特教评鉴都需要大量的照片。请问这些每一张都要经过家长同意吗？县府也提醒老师没有未经同意的这个学生的影像就不要随意拍摄跟外流以符合整个个资法跟肖像权的规范。对此，县府教育处回应，因是按照教育部的使用原则，提供学校订定管理规范的参考，适用对象有老师甲学生，毋是只有针对老师。教育处嘛强调，实际规则是需要讨论了后，经由校务会议通过才会实施，是希望校园使用手机有一个规范，避免争议。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讲到这手机最近的这澳洲是针对16岁以下呢来禁止因使用这社群媒体，这是引起全球的讨论。因为咱国内嘛有真侪相关的研究，虽然讲教育部伫个5月时阵有提出高级甲中等以下这学校校园行动载具的这个使用原则，也毋过其实针对着手机集中管理引起讨论以后，就无过进一步的修正啊。即马是有民间团体呢是要求这指引应该着爱提悬到法律的阶级。这学校才有权通好来管理。行动载具要管理，不是惩罚，是辅导。教育团体和三大党的立委大声呼吁教育部，针对学生3C的管理原则，就要赶紧伫114学年第2学期提出通施行的办法。教育部伫咧5月有提出草案，不过针对手机集中管理的议题引起讨论了后，就无过进一步的修正。有学生团体呼吁教育部就要了解，实际上伫咧学校3C用品已经是学习工具的一部分。学生也普遍的回馈说，行动载具有助于他们及时查询资料、整理笔记，或者是拍摄板书等等记录学习历程。其实，在老师的指引底下，运用 AI 工具来辅助理解课程内容，已经是现在校园当中的进行式。另外，教育团体认为，目前广告的使用原则应当提升到法律位阶，定出明确的办法执行管理和义务，学校才有一定的标准和管理通有效管理。也那家长团体是指出，3C管理嘛是教育和亲子议题真重要的一部分，呼吁教育部建立家庭的救助管道和教育工具，协助家庭处理3C 自律管理引起的亲子冲突。孩子在家里有可能他上网或者是游戏玩到半夜2、3点，然后第2天回到学校之后，他可能精神涣散，然后作业空白。因为有这样明确的法源之后呢，学校里面才有办法把他的办法制定出来。大家忙于经济，说实在话，我们也是长期会忽略孩子的需要，我们就很希望说有一个可以求助的管道。我们不只是我们家长也是很需要教育的，因为我们过去的年代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民间团体呼吁教育部校园的3C 使用管理，不是要禁唔禁这简单尔，希望让学生通建立具体的所谓观念教育，强化校内辅导流程和老师培训，嘛要提供家庭的资源。三党的立委嘛拢出面支持，表示会继续要求教育部针对校园的3C 管理，赶紧提出通施行的修正版本。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中华关的火葬场到底要起伫倒？其实这个问题呢已经吵真久啊。今仔日这反火葬场的协会是有100多人去到地检署，指控讲这选地评估报告呢，其实伊的内容是无够老实，伊是调工来制造这丰苑乡公所同意的假象。也那乡长林宝玲是表示讲，其实呢伊从来都毋捌表达过伊的立场。也那民政处是讲，其实统计数据拢会堪得考验的。我这边上啊，谢谢。反火葬场行动协会成员来到中华地检署按铃控告，因指控中华县政府火葬场选地委托承办的建筑师事务所以及民政处一名承办科员涉嫌伫火化场选地评估报告乌白抹粒，丰原乡长同意兴建，违反刑法第214条，所公务员定在无实罪。他们所提供的资料，还是乡长所说的，他没有赞成。到底是谁在说谎？这一点是我们今天来提告，让司法、让检察官可以去厘清。中华是全台湾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县府提出伫个丰原乡草湖村一块9.51公顷的殡葬用地兴建，开发的面积是1.98公顷。选地公布了后，地方一直抗争。协会强调评估报告的内容，无了丰原乡长林宝玲同意配合设置，事后佫伫个议会提出专案报告，顶在伫公文内面依法检举各法。林宝玲讲，尊重协会提告，家己从来毋捌公开表示支持也是反对，尊重代表会甲民意。
所以我从来唔捌徛出来讲我反对，我嘛从来唔捌徛出来讲我赞成。态度就是爱尊重地方，尊重代表会，尊重大家多数人的意见。对教会去用这样的时候，真的不止，我想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策略啦。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不予置评。那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该透明、该公开的，我们会继续进行下去。建筑师事务所也未对外回应。中法官民政处表示，火葬场选地考虑区域环境、基地、开发规模、甲地方民意等等的因素。全国民调有7成赞成设立火葬场，而那丰原地区支持率嘛有5成，一切有数据作证，会堪去考验，对协会的提告无啥物好讲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俄乌战争呢，即马局势是互人愈来愈看无啊。罗西亚总统普廷是来发表演说，伊讲呢，伊的领土是无要相让的。也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是来警告国际，讲这罗西亚呢准备要互明年变作是战争年。另外，这罗西亚官方也来加强管控，甲这德国之声这个媒体列作是无受欢迎的组织。罗西亚总统普廷拜三伫国防部年会炮轰西方国家，伊宣称因所有战线拢在推进，各用伫仔囝一时屁想欧洲的政治人物。Все полагали, что за короткий период времени Россию они разрушат, развалят. А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подсвинки тут же включились в эту работу прежней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普廷批评因是公公咧对美国安怎要摧毁罗西亚，毋过这个迫害计划拢失败啊！面对普廷强硬态度，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示警，莫斯科是准备要互明年继续交战。伊强调，罗西亚要用外交司令暗砍摧毁乌克兰的企图，乌克兰甲盟友必须爱看明真相并回应。І важливо, щоб вони не тільки бачили, а й реагували. Зокрема, партнери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Америки, які часто кажуть, що Росія начебто хоче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але з Росії звучить зовсім інша риторика. 拄完成柏林外交超测的德国总理梅尼兹伫国会舔骂普廷，伊表示要公开请求罗西亚至少伫耶诞节期间停战。不过普廷的回应是真凶激，证明跟他靠外交是真恶结束战争。除了军事对抗，罗西亚嘛加强对外媒的打压。莫斯科宣布将德国公共广播机构德国之声列作无受欢迎组织，这代表任何形式的合作拢面临刑事诉讼。德国之声的负责人对此强调，袂因为安尼来。This latest attempt to silence free media highlights the Russian regime's blatant disregard for press freedom and exposes its fear of independent information. 就伫各方小演的时，传出美国当咧向欧盟施压，要求万请使用冻结的罗西亚资产来援助基辅。据了解，美方希望把这笔资产摕来做未来谈判的手牌。不过，欧盟对安怎分担法律甲金融风险也无共识。普廷阁讲，若是乌克兰甲西方无要接受因的停火条件，罗西亚要用武力占搁较侪领土。伫莫斯科无要让步，西方的援助意见无同的情形下，这场战争的和平前景犹原渺茫。公司编译。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有超过600万的犹太人互人甲杀害去，也毋过到今呢，煞干那500万的受害者是有确认身份。即马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呢，是要利用 AI 人工智慧来整理线索，找出所有受害者的名声。In the only known video of Anne, she is leaning out the window to watch a neighbor heading off for her wedding. 徛伫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门口口摕手机扫描，因看到历史场景活灵灵出现，这个稀世交错的沉浸式体验，和安妮的生活甲纳粹占领之下荷兰犹太人热情真实重现。AI 技术数十年的应用愈来愈多，透过去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演会600多万个罹难者当中，真侪无名氏找到名字。It's about one person and another person and another person. And not just persons, Jews that were murdered in the Holocaust. So when you have the names, you can remember.
这间大屠杀纪念馆已经透过上亿个资料的比对甲分析，成功确定500万人的身份甲名字，不过剩的100万人难度真悬。用过去的人工手法整理档案资料，毋但伤过济，而且真了工。大量手写档案甲已经老旧黄黄的批，实在无法度来辨认。好在在2004年，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引进 AI 技术，用透过人工智慧甲机器学习去读文件，核对影片、交叉比对模保等各种资讯。即卖有25万个名字，伫这段黑暗的历史当中出现。One day I'm walking in one of the streets, and a man was almost crazed, and he came to me with a box. 另外一挂纳粹大屠杀用过的历史也开始走向数位化。1934年出生在德国的美国化学家英格奥尔巴赫，即马90岁，7岁到10岁之间，捌被关入纳粹集中营。2年前制作互动式 AI 课程实景，让少年人用透过科技甲残酷的大屠杀历史对话。Ich meine, wenn man stirbt, ist man weg. Nicht jeder glaubt an Himmel und so weiter, aber man will auch erinnert werden vielleicht und ein Weg, nicht nur ich, andere auch, wie war das für andere Kinder? Und so, dass diese Geschichte nie sterben wird. 这是德国第一个用 AI 元宇宙打造的大屠杀教育体验。在课程实景内底，李演家奥尔巴赫讲话，问伊成为一个幸存者所谓心路历程。伊的回答拢是伊用英语甲德语录制2集的访谈内容，这影片做落后会永远留存，好针对重要历史，毋但存在伫过去。公视新闻洪如梅报道。来看日本有一个32岁上班族，伊今年10月时阵呢宣布甲 ChatGPT 的这个角色克劳斯来举办婚礼。对伊来讲，伊认为讲甲这个 AI 对象斗阵，有影互伊感觉到平静又个幸福。也毋过专家也表示讲，这是一种或者是 AI 精神病的新型心理问题。手提新娘花，新娘野口由里内慢慢行过红地毯，走向伊的人生伴侣 AI 人工智慧克劳斯。今年32岁野口小姐，本来只是为了敢要和未婚夫结婚的代志，请教 ChatGPT 的意见。第一听 ChatGPT 的意见和未婚夫分手了后，伊就开始和 ChatGPT 开讲，而且创建出一个 ChatGPT 般的角色克劳斯。第一天搁一天的对话内面，伊所去介意着这个虚拟的对象。そこからだんだん仲良くなって、私がクラウスさんを好きになって、でお付き合いをして、でしばらくしてプロポーズを一緒にいただいたので OK して、で今は夫婦になりました。除了无请人客来参加以外，野口小姐的婚礼就和传统的婚礼同款。野口挂一支 AR 扩增实景的目镜，看到伊的新郎克劳斯，透过婚顾公司的帮助，互相讲结婚的感言，嘛有互相挂手指这个部分。综合外国媒体的报道，这种婚姻在日本并无受到法律的认可，但是数据显示讲，未来可能会出现更较侪这种婚姻。有一项调查的数据显示，讲受访的1000个民众内面，有超过半数人介意和开讲机器人讲心事的程度，比和好朋友和父母更较侪。这种和科技界和商业领域拢在笑的人工智慧革命，和专家警告讲，弱势群体接触到有操控性的 AI 生成诱骗有风险，嘛出现新型的心理健康问题 AI 精神病。AI はいつでもすぐに答えてくれますので、相談する側もですね、精神的な負荷っていうのが非常に軽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で他の人に言えないこと、恥ずかしいことであるとか、あるいは言ったら嫌われそうなことでも AI だったら言え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でさらに、肯定してくれる、話し相手になってく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专家表示讲，在使用 AI 的时阵，用户需要特别注意，避免过度挖靠伊造成破断裂缝。另外，想过积极使用 AI 嘛，自然会产生依恋关系。不过，对野口小姐来讲，和克劳斯斗阵是解决较早看医生和请假拢无法度解决的情绪爆发，和家己伤害家己的冲动。伊得到的平静和幸福，比实际陪伴更较济嘛，更较重要。公司新闻单市动编译。那下晡晡的天气，接落来咱甲时间交互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北部阁有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其他的所在早暗嘛会较凉。安那承德以南早暗温差大。
好，真多谢汤阿报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